二水菜龟布，天然上好，二水菜龟布，天然上好，二水菜龟布。天然上好。啊，你看了蝴蝶袖呢？菜龟这个物件是贵自打生产收菜龟，计食好，咱来卖菜龟，啊，过来咱就来卖菜龟布，啊，若拢总收完了，咱就话收菜龟水。这是咱整个菜龟有最主要的三个作物的收成。自家提供讲咱来做处理，不管洗碗、洗鼎啊啥，咱会使去做一寡 DIY， 啊，做一寡手工艺，咱有做猫头鹰、做波天棍、做咱的菜龟帽子，很多手工艺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来到我们二水来家做 DIY。那这是有在贩售的吗？还是说只是贩售？我们目前正在研发当中，以后应该会有贩售的机会。欢迎大家来二水玩。4、6、8、10，110公分。这个是长形丝瓜，那我们专门做来，留丝瓜布，然后可以洗澡用、清洁用，还有装置艺术。啊，一颗丝瓜大概要留几颗？留几条？几张？让它自由生长。一张大概10几20条有。啊，一张菜龟会当有几水？一张菜龟大概3水。啊，一般捞菜龟布，阮会捞第2水的捞菜龟布。啊，伊也结菜龟布落，就无啥会搁放条啊。看，这是咱二水乡这个青农联谊会会长许淑良的这个蔬菜园。我目前所徛位置，伊是伊种的这个苹果丝瓜啦。因为伊整个这个菜瓜品种也非常的多。这个苹果丝瓜是非常的好食，尤其咱来做这个青炒的时阵清脆甜美。咱目前这个青农有偌济人种菜瓜？青农种菜瓜应该无几个，但是阮的青农联谊会内底会员内底有60、70个。伊这苹果丝瓜有啥物较特殊口味哦？伊的特殊口味，伊炒起来较清脆，较甜，较袂像咱一般这个菜瓜安尼炒起来小可软软。毋算新品种？嘛会使讲伫市场算新品种。